你身邊咧會唔會有一啲朋友或者你自己啦，可能本身就係咁嘅人啦。明明兩個人行街，喺街度俾人撞到喎，但係你第一時間嘅反應就係話：哎呀，sorry 啊！如果喺公司明明係同事睇 email 睇漏你嘅嘢嘅時候咧，反而你嗰個朋友會話：唔好意思啊，我冇寫清楚。甚至乎喺感情關係裏邊咧，當人有矛盾嘅時候，就算自己冇做錯嘢都好啦，永遠都係講嗰句對唔住啊！你以為 say sorry 其實係有禮貌或者體貼咩？但係其實呢種慣性道歉嘅背後，可能咧藏住一個非常之心痛嘅童年陰影嘅。Hello， 大家好，我係心理學家吳子嫣 Natalie。平時慣性道歉嘅人咧，可能內心深處其實有一啲好強大嘅不安感，而每一句對唔住嘅背後咧，其實潛台詞係：請你唔好唔中意我，唔好對我發脾氣，或者咧都係我錯。只要我認咗錯之後咧，呢場衝突係咪可以快啲結束呢？佢哋對於人哋嘅情緒咧，其實好敏感嘅。只要對方嘅眉頭眼額一變，又或者咧語氣沉咗少少，佢哋嘅大腦咧就會即刻響晒警報咁樣樣，陷入一個極度嘅恐慌之中。而為咗平息嘅呢一份焦慮感咧，佢哋情願犧牲自己嘅尊嚴，去用一句 sorry， 希望換嚟一個表面嘅和平啊。而呢個和平背後，其實咧往往都反映住佢內心有幾多動盪不安。呢種用道歉去求生嘅本能咧，到底係咩環境底下孕育出嚟嘅呢？通常咧會有3種嘅情況嘅。第一種咧就係屋企裏邊可能會有一個情緒唔穩定啦，隨時會爆炸嘅父母。細個嘅時候咧，你可能都未必知道自己做錯咗乜嘢嘢㗎，可能咧只係倒瀉水啊，或者咧冇執玩具就會引嚟阿爸阿媽嘅大吵大鬧。而為咗保護自己，你就學識咧喺呢個腥風血雨嚟臨之前，即刻跪低認錯，因為喺嗰個時候咧認錯係唯一一件避彈衣。第二，從小被灌輸都係因為你衰咋，父母先至不幸。細個無論阿爸阿媽嗌交又好，屋企冇錢又好，又或者媽咪唔開心都好啦，佢哋都會將呢啲情緒咧就發泄喺呢個細路仔身上嘅。一啲好熟悉嘅對白，譬如會話：如果唔係生咗你嘅話，一早離婚啦咁。呢個咧就會令一啲朋友仔嘅童年產生咗好大嘅羞恥感，覺得屋企咧所有唔好嘅嘢罪魁禍首都係自己，所以咧往往佢哋會第一個走出嚟 say sorry 㗎。第三就係一啲咧經歷長期冷暴力嘅朋友仔啦，只要咧你唔聽話啦，又或者咧係表達自己有不滿意啦，父母咧就會幾日唔同你講嘢，或者當你係透明人。對細路仔嚟講咧，俾人當成空氣，其實咧可能比起打你或者鬧你仲更加恐怖。所以大個咗之後咧，為咗避免呢一種嘅冷空氣嘅出現，好多時候咧情願搶住道歉，都唔希望咧對方會唔睬你。而家鏡頭前面大個咗嘅你咧，雖然已經離開咗呢個屋企啦，但係咧嗰個情緒嘅大腦有機會咧都可能仍然都係停留喺咧當年嗰個地震嘅屋企嗰度，繼續用道歉嚟討好全世界。但係咧，如果你想打破呢一個關係嘅話，今日開始試下幫自己咧做2個心理練習啊。第一種就係多啲用多謝去代替對唔住。下次如果有人話我幫你修正咗你嘅問題嘅時候咧，唔好講 sorry 啊，都係我粗心大意，而係試下同對方講啊，多謝你幫我 check 下，同埋多謝你提醒，唔該晒。多啲講多謝，傳遞嘅係正能量，而對唔住只係不停咁催眠自己，你係一個麻煩人。第二，設立一個3秒嘅情緒緩衝區。當你下次咧又想衝口而出講一句對唔住嘅時候，試下喺心裏面咧數3聲，深呼吸，問一問自己，喺呢件事裏邊，唔通真係我有錯咩？如果唔係嘅話，請將你嗰句對唔住，咕一聲吞翻落個肚裏邊。如果你中意呢條短片，請你 like、share、comment， 又或者咧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下次再見，拜拜。